芒種養生法。芒種係夏季第3個節氣，每年6月5日至到7月嘅前後就係芒種㗎喇。呢個時候嘅氣溫進一步上升，梅雨不斷，又濕又熱，人呢就四肢沉重，又好悶，食慾不振。中醫呢叫苦夏。咁養生嘅方法呢係在於清心火、健脾祛濕、防暑補水㗎。咁我哋呢段時間呢，人體出汗多啦，消化功能就相對減弱，飲食即係要以清淡易消化為主㗎。咁呢個時候多啲食西瓜、冬瓜、絲瓜、黃瓜、苦瓜、綠豆同埋赤小豆啦。咁同埋適量食啲酸嘅嘢，例如烏梅、山楂、檸檬等等，有生津止渴嘅功效。咁建議大家呢就晚睡早起。咁喺上午11點至到中午嘅時候1點呢段時間，可以不妨瞓半個鐘頭嘅晏覺，閉目養神，可以保護心血管，有護心嘅功能㗎喎。喺烈日當空好熱嘅時候，譬如上晝嘅10點至到下午嘅4點，太陽最熱嘅時候呢，就最好避免出外啦。咁我哋運動呢，要以散步、慢步、太極拳、八段錦呢啲溫和嘅運動為主啦。流得太多汗呢，就損耗我哋嘅氣血，更加疲倦㗎喎。運動係要以微微出汗嘅原則，出汗之後要補充暖水，就千祈唔好即刻飲凍嘢啊。同埋當你運動完大汗淋漓，即刻入冷氣嘅地方呢，就好容易冷親㗎喎，好容易寒邪入侵㗎，所以樣樣都係要溫和進行㗎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記得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希望你呢個夏天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。拜拜。